民众党昨通过2026年公职人员选举提名办法，会以目前有现任议员的选区先来提名。主席郭昌是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研究小组，外界认为这是为着2028年的拿白合来铺路。 你想要跟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吗？主席好，国民党主席的话，还有蓝白合的机会。交无正经，毕竟你车顶无加讲。民众党的创党主席郭文哲，伊伫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阵，不提出联合政府。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吹集只是党内政治会成立研究小组，研究世界各国的背景甲经验，互人认为是替2028的拿白合做准备。这个我觉得有点远了，就2028，他们怎么？ 现在应该先看2026吧，哈，大帽子底下是不是要加一个联合竞选？比如说县市长，如果这个是单一的嘛，那能够联合推出一个，胜选就比较大。果不其然，2026都还没到，黄国昌就在觊觎2028，这样吃相不好看。我建议蓝白先把2026顺利通过，再来规划2028吧。这卖先拄到的2026的地方选举，民众党吹集通过提名办法，原则上简单的先困难要后壁。这嘛有现任议员的选区优先提名，因那中央委员兼台中市议员江浩秋建议，会让采用现有国民党议员席次加民众党连选的组合，抢另一的席次，希望9月底10月初完成第一波提名作业，和那亚了解合作的空间。因过管市首长较歹桥。 黄国昌主席不断的在说，就是他要成为那个最好的选择，所以这段时间呢，应该是说大家各自表态，而且呢是要让选民去做多元的选择，以及让大家知道自己能够为选民服务什么地方，然后增加满意度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民众党发言人黄宜宣强调，甲国民党之间的竞争合作，就要慢慢瞧，慢慢处理。意思就是，伫南北整合进程，也是个人拼个人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